開世代511重新出發，推出唔少創意無限嘅新節目，當中由敖嘉年同陳明喜主持嘅晚安晚安，陪大家喺臨瞓之前傾下心事，唱下歌，慰解一下都市人嘅心靈。明該心喜不憤，但我偏偏氣憤。WhatsApp group 太多人，胡亂去講三講四另一份，也盼似擴音器在播放愛你。Jocelyn 喺度唱歌嘅時候咧，其實咧我哋嘅敖嘉年先生咧，以前咧都有做電台節目，都係唱歌嘅。啱啱聽住佢唱歌，你有冇啲癮咧？到我未咁樣咧？支咪冇開啊嘛，有開一齊唱啦。佢都有整歌㗎，聽你講。有音樂方面嘅咁，但係就我聽佢哋一齊彈嘅時間咧，有一種好舒暢嘅感覺，唔敢打擾。我係講真嘅喎，即係因為你好難機會，哇！吉他手又彈得好好，喺我側邊兩個，哇 surround 咁樣。呢日見陳明喜心情特別好，原來佢日前歡度完生日，好拍檔嘉年仲即席大開金口賀壽添啊！ Happy birthday！ 哇！多謝晒，多謝！我即刻醒晒啊！我生日快樂！多謝啊！講下你嘅生日願望先。我嘅生日願望係唔係我諗起我喺 IG 亂寫嗰啲，我畫畫啊嘛，你話要係嘛？我係去畫畫啦，我有寫話我想加入 NASA 同埋去建立呢個會員關注組，因為我其實細個第一個願望係做太空人嘅，係啦，但係之後我發現我數學好差啦，上次有講過，跟住我又會暈車浪啦，咁我諗火箭就搞唔掂㗎啦，咁所以就轉咗行做音樂咯。真正嘅願望啊，唔該。真正嘅願望係希望可以繼續出歌啦，因為而家獨立歌手係唔容易咁。冇錯。係。